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讓我哋安靜我哋嘅心，一同嚟到敬拜神。首先，我哋一同低頭禱告。神啊，天地萬物都由你創造，你以大能嘅權柄維繫住萬有，一切都要依靠你，聽命於你。我哋係萬物嘅一部分，所以我哋唔能夠離開你，因為離開咗你，我哋嘅生命就會失去咗光。唯有依靠你，我哋先能夠尋找到真正生命嘅智慧同價值。我哋要讚嘆你嘅創造，我哋要感謝你嘅救贖。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 Amen。 大家請一同起立啊！我哋要歌頌我哋嘅神，你真偉大。主啊，我信，我每逢舉目觀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你大能遍滿了宇宙中，我靈歌唱。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我靈歌唱讚美嘅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當我想到神經願差他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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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徹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啊，你真偉大！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你真偉大，何等偉大！大家請坐。即使我哋失信，我哋軟弱，但係主啊，你對我哋嘅愛從來都冇改變過。我哋感謝你用溫柔嚟到等待我哋，讓我哋知道我哋自己係何等嘅被珍惜、被深愛。
因歲月改變，沒有因我最想念。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臉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你是愛，你對我的愛從沒改，就算今我有失信，但你的信實不變。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臉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存在。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重要。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人，被珍惜的一個，讓我知道你是愛。你是愛，你對我的愛從沒改，就算今我有失信，但你的信實不變。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臉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存在。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重要。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人，被珍惜的一個，讓我知道你是愛。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存在。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重要。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人，被珍惜的一個，讓我知道你是愛。主啊，你每一日都伴隨住我哋，你將最好嘅都賜俾我哋。只要我哋還有生命氣息，我哋都要歌頌你嘅恩典與愛。愛的主，憐憫恩典不改不斷，一生一世被你恩手捉緊，從睡眼睜大清晨和到每晚安枕，我都歌唱你的恩典與愛。過往裏你信實依然，到永遠對我你仍最好。如果一刻這呼吸已完，我都歌唱你的恩典與愛，愛你聲音伴我衝開火裏險困，即使黑暗，誰及你活這麼近？年月愛你是我父，和你作我子。
生充滿你的恩典與愛。過往裏你信實意，到永遠對我理應最好。如果一刻這呼吸依然，我都歌唱你的恩典與愛。你愛你恩典永遠在一生最緊貼我。你愛你恩典永遠在一生最緊貼我。願我獻上降服這一刻，我所有都歸你。你愛你恩典永遠在一生最緊貼我。你愛你恩典永遠在一生最緊貼我。你愛你恩典永遠在一生最緊貼我。願我獻上降服這一刻，我所有都歸你。你愛你恩典永遠在一生最緊貼我。過往裏你信實意，到永遠對我理應最好。如果一刻這呼吸還有，我都歌唱你的恩典與愛。過往裏你信實意，到永遠對我理應最好。如果一刻這呼吸還有，我都歌唱你的恩典與愛。我都歌唱你的恩典與愛。人算什麼？主啊，你竟顧念他。感謝主你嘅眷顧，即使世人微不足道，即使世人軟弱叛逆，但係你仍然以愛嚟到拯救我哋，使我哋能夠有着神兒女嘅身份，得到無比嘅榮耀同尊貴。主啊，我哋感謝你嗰一份永無止息、從未間斷嘅慈愛。雖然你冇應許過我哋嘅生活會一帆風順，但係你應許，當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你就會與我哋同在。當我哋將我哋嘅重擔交俾你嘅時候，你嘅同在就會成為我哋喺風浪之中嘅避難所。當我哋將我哋生命嘅主權都交俾你嘅時候，你就會為我哋預備一切，帶領我哋走向你所賜嘅恩典之路。你係我哋隨時嘅幫助，隨時嘅力量。我哋感謝你嘅恩典與愛，讓我哋確信你深愛住我哋。我哋要完全咁嚟到信靠你，每一日都要因着有你而感恩歡喜快樂。我哋感謝你聽我哋嘅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們。喺主嘅裏面冇難成嘅事，所以我哋只管坦然無懼咁嚟到施恩寶座面前，要為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嘅幫助。你
你是我神，是我的倚傍，在我無助困苦中，你在細聽察看，是我磐石與拯救，是我高台與詩歌，你體恤我，你保守我，你是我神，是我的倚傍，在我無助困苦中，你在細聽察看，是我能力與保障，是我盾牌與幫助，你許我，你在掌舵，我向你禱告，縱使我軟弱，我雖失信，你仍然可信。面對的山嶺那麼高，路徑艱難如沒去路，但信靠你，你定會開路。向世界宣告，你是我盼望，我心相信，靠着你得勝，讓你的手替我爭戰，奉你的名成就美事，一心依靠你，遵行你旨意。你是我神，是我的倚傍，在我無助困苦中，你在細聽察看，是我能力與保障，是我盾牌與幫助，你應許我，你在掌舵，我向你禱告，縱使我軟弱，我雖失信，你仍然可信。面對的山嶺那麼高，路徑艱難如沒去路，但信靠你，你定會開路。向世界宣告，你是我盼望，我心相信，靠着你得勝，讓你的手替我爭戰，奉你的名成就美事，一心依靠你，遵行你旨意。看着眾山嶺，吩咐他們來，在你並沒有難成的事。你教導我禱告，要帶着信心宣告，相信你定會聽到。山嶺吩咐他們來，在你並沒有難成的事。你教導我禱告，要帶着權柄宣告，相信你定會聽到。宣告你是我盼望，我心相信，靠着你終會得勝，讓你的手替我
爭戰，奉你的名成就你事，一心依靠你，遵行你旨意，一心依靠你，神蹟必可看見。讓你的手替我爭戰，奉你的名成就美事，只想看見，我只想看見你自然彰顯。今日嘅經文係喺腓立比書4章4至7節，大家一齊誦讀啊！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今日我哋有 Daniel 長老為我哋證道。今日講到嘅主題係要常常喜樂。弟兄姊妹好，有好多熟悉嘅面孔，有啲或者係唔熟悉嘅，但係都唔緊要喺度。向大家問安。其實好高興嚟到會堂，同廣東部嘅弟兄姊妹嚟到見面，因為呢個係我爸爸媽媽過去20幾或者30年喺度聚會嘅地方。有好多美好嘅回憶。亦都好多謝弟兄姊妹過去嘅年日喺我爸爸媽媽身邊一直係陪伴同埋關懷。會堂廣東部係一個充滿愛嘅地方，願主繼續嘅恩待，讓主嘅恩典同埋愛更多嘅臨到會堂，不斷嘅透過弟兄姊妹，讓神嘅愛能夠流露出去。弟兄姊妹或者你會講，我今日都幾開心嘅，阿乖仔今日俾我生日卡，仲記得我生日，或者大家睇睇我最近投資嘅股票暴升啊，諗到都偷笑。或者你話唔係啦，我心情麻麻啫。醫生話我三高啊，我要我注意飲食。我其實好唔憤氣嘅。琴日辛辛苦苦幫老公炮製咗一隻豉油雞，老公一句多謝都冇，仲彈我話豉油落得太重啦。弟兄姊妹，唔知你今日嚟到聚會，你開心嗎？你喜樂嗎？聖經話要常常喜樂，意思就係話每時每刻都要喜樂，遇到乜嘢事情都要喜樂。事情順利嘅時候要喜樂，大家讚你話你人見人愛要喜樂。咁當你遇到難處，你要喜樂嗎？當你面對失望嘅時候，可以仍然喜樂嗎？喜樂唔係在乎我哋精神嘅狀態，亦都唔係在於外在嘅環境。一帆風順嘅時候，當然我哋可以喜樂啦。但係更重要嘅係，當我哋遇到逆境，喺痛苦中，我哋同樣可以喜樂嘅。神好幽默，我好早就預備呢段經文。點解呢？因為短啊嘛。過去同媽媽相處嘅時候，我都會讀呢段經文。其實4節經文我真係主要講2節嘅啫，真係容易準備啦。冇想到準備呢段經文嘅時候，工作上遇到極大嘅困難，產品出咗問題，而且影響到公司最大嘅客戶。我哋同事上上下下都好緊張。朝頭早7點鐘就起身同海外團隊開會，去商量對策。下午就要同大客戶開會，要報告我哋嘅進展。報告完之後，夜晚繼續要同海外團隊要商量，到底進一步嘅跟進要點樣做呢？一日接一日，馬不停蹄，好幾個禮拜都仲未搞掂，仲未脫離困境。
每日都係咁樣疲勞轟炸之下，到夜晚其實都係個腦已經唔轉㗎啦。你問我太太就知道啦。你話咁嘅生活點可以笑得出嚟呢？談何點可以講到喜樂呢？咁我準備經文嘅時候，同太太去傾到呢段經文，太太就問我：你做得到嘛？咁我坦白同佢講，我做唔到啊！我做唔到嘅嘢，點解神要我嚟講呢？係咪有啲太過分嘅要求？咁我哋一齊睇睇呢段經文，我哋嚟思考下好唔好啊？我哋啱啱讀過，今次而家請大家一齊同聲嘅一齊去讀好唔好？腓立比書，我個唔好意思，幫我轉到第2章，我個 remote 冇帶上嚟。好，我哋一齊讀。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同埋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我哋做唔到嘅，咁經文點樣講呢？經文話：你哋要靠主常常喜樂。冇錯，有啲嘢係我哋做唔到嘅，我哋做唔到。如果做得到，我哋唔需要主啦，靠自己就夠。經歷真喜樂嘅第一步，當然就要承認自己係做唔到嘅，認識到自己嘅極限，我哋嘅軟弱，靠自己係冇辦法喺任何環境底下都常常喜樂。我哋唔需要裝假嘅，唔需要戴個微笑嘅面具，表示自己好堅強。I'm fine, I'm okay, everything is fine。其實心底裏邊係充滿着焦慮同煩躁。保羅勸勉我哋要靠主常常喜樂。原來我哋經常忘記嘅3個字就係要靠主。要靠主係咩意思呢？要靠主表示我哋需要向神嚟敞開，存住一個謙卑嘅態度，喺大小嘅事情上面都邀請耶穌進入我哋嘅生活。喺基督裏邊，我哋可以喜樂，我哋唔需要戴一個偽裝嘅面具嘅微笑。要靠主，亦都表示到我哋需要將我哋生命嘅中心嚟到轉移。我哋唔係再以為我係我嘅生命嘅中心，我哋要將神成為我哋生命嘅中心。應當一無掛慮。應當，對唔住係第一章。所以第6節開始講話，應當一無掛慮。應當係一個吩咐，亦都係話係主，亦都係話係主嘅一個命令。過馬路嘅時候見到紅燈，意思就話行人止步啊！爸爸一定同阿仔講：唔好過去啊，唔好好小心，要小心啊，好危險㗎。咁乖仔聽爸爸講嘅話，就會學識注意個人安全。唔肯聽嘅話，咁就遲早都惹來車禍啦。同樣，神嘅命令都係關乎我哋嘅生命同平安。重要嘅嘢，神一定會向我哋講命令。當然，我哋可以有個選擇，我哋可以選擇聽從神嘅命令，或者我哋可以選擇當耳邊風就好啦。咁應當一無掛慮。乜嘢係掛慮呢？咩係掛慮？大家有冇試過行出街之後，突然間有個掛慮，囉亂，到底我有冇鎖門呢？太太成日問我，廚房有冇生火啊？唔記得點辦呢？只好開車翻去睇一睇啦。我哋大家喺工作職場上面，我哋都希望揾到份好工嚇，揾個大公司穩定嘅工作。但係喺個穩定嘅工作揾到之後，我哋開始有擔心啦。我哋會唔會被炒魷魚呢？被 AI 取替呢？我哋會為身體狀況掛慮，
為兒女嘅前途、為兒女嘅婚姻掛慮。弟兄姊妹，你今日為乜嘢掛慮啊？你心中有冇任何嘅焦慮呢？咁掛慮嘅結果係乜嘢？我哋睇一睇。當我哋為事情掛慮越嚟越多嘅焦慮嘅時候，我哋慢慢就會失去對神嘅信靠。我哋開始懷疑：你到底神你靠得住嗎？神幫到我嗎？還是我要靠自己，等我自己嚟打點一切啦？所以憂慮嘅結果，往往就係我哋失去神所賜嘅平安。咁樣點樣辦呢？神都俾我哋條出路，就係話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同埋感謝，將我哋所要嘅告訴神。首先，我哋睇下乜嘢係禱告。禱告就係同神去傾談，與神對話。大家同朋友傾偈，唔需要預先準備好一篇文章、華美嘅講詞，要上下呼應，唔使嘅。一坐低就傾，暢所欲言，無所不談。我參加嘅小組，我哋每月有一次嘅茶聚，就好似我媽媽以前參加嘅加勒團契一樣。媽媽過往最期待嘅就係每月一次去參加加勒團契，當然加上團契之後去聚餐啦。咁大家坐低慢慢一邊食邊傾，好開心嘅，係咪呢？唔知唔覺就傾咗幾個鐘。老闆走過嚟望一望，仲有啲咩要啊？咁我哋知道啦，咁啊快快手埋單離座啦。同朋友傾偈好容易，講完就散。反而有時候同家人去傾談，我哋發現一個需要學習嘅藝術。唔知大家做丈夫嘅，你識唔識同太太傾談啊？做父母嘅最頭痛嘅就係你點樣同你嘅成長中嘅青少年傾談呢？你可能問你阿仔啊，你今日去邊度啊？阿女，你同邊個朋友出去啊？問一句就一個回答，回答都係 yes or no。問多幾句就唔開心啦，唔耐煩就行開。咁有一位好有智慧嘅姊妹咧，就同我哋分享佢點樣同成長中嘅青少年傾談。佢俾個絕招，佢叫做絕招為無目的的説話。係乜嘢呢？乜嘢係叫無目的的説話呢？就好似朋友一樣，我哋唔教導啊，我哋唔做生活調查，就係傾閒偈啫。大家坐低講一講有啲咩興趣。傾談之後好奇怪，青少年居然慢慢就會開始開放自己，同我哋講出心底裏嘅話。當我哋願意放下我哋面具，以真誠嘅態度與對方嚟相處嘅時候，我哋開始享受到一個親密嘅傾談，我哋享受到一個親密朋友嘅一個關係。同樣，我哋嘅神喜悅我哋一個敞開嘅心，好似朋友一樣同我哋嘅神去傾談，講出我哋心裏嘅話。聖經裏邊嘅大衛係最識得同神去交往嘅。我哋可能諗大衛年輕嘅時候，經常獨處喺曠野裏邊去放羊啊。你話喺曠野冇咩做，咁咪同神傾偈咯。大衛嘅禱告係好直接嘅。佢唔加任何嘅裝飾，完全係從心裏發出嘅禱告，係真誠嘅話。詩篇16篇講：神啊，求你保守我，因為我投靠你。我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嘅好處不在你以外。跟住詩篇28篇就話：耶和華，我向你呼求，我嘅磐石啊，你唔好唔聽我啊！如果你緘默不理我，我就好似嗰啲下坑嘅人一樣。詩篇38篇話：我隨時都會跌倒啊！我嘅痛苦常在我面前，我要承認我嘅罪孽，我要因我嘅罪憂傷。耶和華，求你唔好離開我，唔好離棄我。我嘅神啊，求你唔好遠離我，拯救我嘅主啊，求你快快嚟幫助我。你話咁嘅禱告係咪好直接呢？唔使有咩嘢好多嘅裝飾，係
我將我哋需要用最簡單嘅話同神嚟去講。跟住除咗禱告之後，我哋可以向神嚟去祈求。前面講到無目的嘅説話，祈求係乜嘢呢？祈求係一個有目的嘅説話。我哋將具體嘅需要帶到神嘅面前，懇求神你親自嘅介入，改變環境，將水變為酒，將苦水變咗甜水。耶穌用一個比喻去講解呢個道理，我哋點樣需要常常嘅禱告，唔會灰心嘅道理呢？就喺路加福音18章裏邊有一個咁嘅比喻。耶穌就對佢哋講嘅比喻，令到人必須常常祈禱，不可灰心。他說：某城裏有一個法官，不懼怕神，也不尊敬人。那城裏有一個寡婦，常常來到他那裏說：求你給我伸冤，使我脫離我的對頭。他多次不肯，後來心裏說：我雖然不懼怕神，也不尊敬人，因為這個寡婦常常來麻煩我，我就給他伸冤，免得佢不斷來纏擾我。主說：你們聽聽這不義的法官所說的話吧。難道神不會為晝夜呼籲佢嘅選民伸冤嗎？難道神會耽延他們嗎？一個寡婦可以去見一個不義嘅法官，懇求法官為佢伸冤，脫離佢嘅仇敵。呢個法官雖然係不義，佢唔敬畏神，亦都唔尊敬人，但係佢始終忍唔住呢個窮寡婦嚟煩佢，每日日嚟煩佢，終於都為佢伸冤。一個不義嘅法官尚且可以為一個冇地位、冇能力嘅窮寡婦嚟伸冤。我哋諗諗，我哋公義嘅神，難道佢唔會回應佢子民去懇切日夜嘅祈禱嗎？雅各書講：你們得不着，因為你們不求。咁當然反過來說就係、當我哋將我哋具體嘅需要帶到神嘅面前嘅時候，我哋懇切唔好灰心嘅祈禱，神必垂聽。感謝主，廣東會堂嘅廣東部一個彼此代禱嘅群組，為教會、為弟兄姊妹嘅需要祈求。願神祝福喺我哋當中每一位忠心嘅代禱勇士。唔好小看你嘅每一個禱告，我哋每一個禱告，我哋為教會、為肢體嘅需要禱告，神都聽到，神會按住佢嘅心意嚟成就喺我哋嘅當中。雅各書亦都提醒我哋話，義人祈禱所發嘅力量係乜嘢呢？大有功效嘅。所以我哋要記得，我哋祈禱嘅時候，我哋切勿不要灰心，我哋要不斷嘅將我哋要透過一個具體嘅有目的嘅禱告去對神嘅説話。咁呢度講到禱告祈求，仲有一樣係乜嘢呢？就係感謝啦。感謝神為你所做嘅一切，讓我哋學習有一個感恩嘅心。感恩係乜嘢？就係好似將我哋自己擺喺一個正確嘅位置，知道我哋係人，等我哋知道神俾我哋一切都係恩典。啱唱嗰首歌叫乜嘢？主嘅恩典與愛。我哋每一次我哋去向神嚟到去感恩嘅時候，我哋諗到神俾我恩典係幾咁嘅豐盛，都係我唔應得嘅，因為神愛我，白白嘅賜俾我哋。感恩嘅時候，我哋嘅禱告就唔會變咗去妄求。我哋唔會，we don'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神所賜嘅每一件事都係恩典。我太太嘅外婆係生於清朝嘅末期，可想而知佢一生經過多少嘅動盪同艱難。但係我印象中，外婆係一位充滿笑容嘅老姊妹，一生健壯，活到104歲。佢99歲仲坐飛機從紐約過嚟探我哋。咁你可能問佢養生之道係乜嘢啊？食啲乜嘢㗎？佢係有啲乜嘢嘅秘訣呢？咁的確有個秘訣，今日同大家講下。佢每一天早上會講一句話，
係重複又重複，每日都講同一句話，係咪啊？係咩呢？佢就話感謝主、讚美主、謝謝主恩、謝謝主愛。大家識講嗎？好容易一句話。當我哋每一日向神講一個感恩嘅話語嘅時候，我哋心情就唔同啦。我哋就從一個充滿埋怨嘅一個心情，我哋開始去領會到神嘅恩典與愛係幾咁嘅長闊高深。你今日擔心你嘅家人嗎？你擔心你嘅身體嗎？你話俾神知道。我哋能夠勝過掛慮嘅途徑，就係要透過禱告、祈求同埋感謝，好似係三個唔同嘅操練，都係要我哋做一件事啫，就係要將我哋生命經歷嘅點點滴滴、大小嘅事情都告訴神。禱告對好多人嚟講，其實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其實包括我在內，因為要開口嘛，一開口就唔知講乜嘢啦。咁當然我哋可以透過不同嘅方式與神嚟對話，我哋可以開聲嘅禱告。有啲人呢，就係中意寫靈修日記，當你寫低你嘅心思，寫低你要同神講嘅説話，亦都係向神嘅禱告一個方式。之外呢，我哋透過詩歌，每一次參加崇拜，主日崇拜，大家都會開聲嘅唱每一首歌。咁樣我哋其實唔係單單嚟聽其他人唱歌，其實我哋需要自己開口開聲嘅去唱。剛才唱嘅幾首歌，大家有啲咩感受呢？我哋唱出啲詩歌嘅歌詞嘅時候，我哋係咪發出我哋嘅讚美，宣告神嘅大能，告訴神我哋係軟弱嘅，我哋有需要嘅。喺歌詞當中，神有冇堅定我哋嘅信心？相信神為我哋開路呢？我向你禱告，縱使我軟弱，我雖然失信，你仍然可信。面對嘅山嶺那麼高，路徑艱難如無去路，但係信靠你，你定會開路。我向世界宣告，你係我嘅盼望，我心相信，靠住你得勝，讓你嘅手替我爭戰，奉你嘅名成就美事，一心倚靠你，遵行你嘅旨意。你話我哋唱完呢首歌，難道我哋信心唔會增加嗎？神會鼓勵我哋，等我哋裏邊對神有一個確信，神要成就佢美事嗎？我在面對挑戰嘅時候，通常會喺車度聽啲詩歌。咁我喜歡聽嘅詩歌就譬如好似話，主嘅喜樂係我嘅力量，喜樂嘅泉源，叫我抬起頭嘅神，主你係我嘅力量。當我哋透過詩歌嚟到敬拜神，其實係將我哋嘅心裏嘅話去神去訴說。另一個與神交往嘅方式呢，其實就係同與神獨處。獨處係乜嘢呢？當我哋與神獨處嘅時候，其實就將我哋嘅目光轉移放喺神嘅身上。我哋享受神嘅陪伴，聆聽神嘅聲音。我返工嘅時候都係好喜歡揾一段休息嘅時間，去外邊散步，享受新鮮嘅空氣、寧靜嘅環境。當我可以出面行嘅時候，慢慢我可以將我嘅心嚟到敞開，向神嚟訴說我嘅心情，今日嘅工作嘅壓力，或者係同人相處遇到一啲唔愉快嘅事情。其實你話呢啲事情我未同神講，其實神都知道。但係當我講出嚟嘅時候，我心情就開始改變啦。多年前我部門負責嘅一個產品屢次出現問題，甚至被客戶去投訴又投訴，懷疑我哋嘅技術能力，心情當然聽到就好低落啦。當時我就出去散步，乜都唔聽啦，我哋去散下心啦，聽下神，同神獨處。行到半路嘅時候，有一個好清晰嘅意念入到嚟，要唔要查下呢個地方啊？咁我返到公司，立刻就返去個實驗室去試下啦。
冇諗到果然問題就喺嗰度，而且發現已經有一個解決嘅方案。我相信當我哋面對好多難處嘅時候，我哋可以嘗試去行開下，與神獨處，讓神嚟對我哋講說話，讓神去俾我哋提升我哋嘅信心，讓我哋去經歷到神係聽禱告嘅神。當我哋學習當我哋學習唔好為各樣事情憂慮，透過凡事禱告、祈求同埋感謝去告訴神嘅時候，神會寄俾我哋嘅禮物，一個意外嘅驚喜。係咩禮物呢？呢段經文講，神所賜出人意外嘅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原來一個不平凡嘅平安，我哋都需要平安嘅。喺困境中，我哋需要揾到出路；喺風浪中，我哋需要見到對岸。一個初生嘅嬰孩喺媽媽嘅懷抱裏邊係最平安嘅，因為佢唔使擔心有冇得食。不過人俾嘅平安係好有限，係短暫嘅，唔持久嘅。今日可能好有平安，到聽日又冇平安啦。但係我哋需要嘅平安唔係一個短暫嘅平安，我哋需要神所賜嘅平安，係一個出人意外嘅平安。意思即係話係出乎意料嘅，係意想不到嘅，超越嘅平安。喺惡劣嘅環境雖然絲毫冇改變，但係居然我哋有勇氣去面對。喺呢度亦都講到話出人意外嘅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當主耶穌快要離開門徒嘅時候，佢知道門徒好快就會陷入一個焦慮、憂慮、憂傷嘅一個地步。主耶穌就去安慰佢哋，同佢講：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嘅平安賜俾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真平安係可以使我哋去面對風浪嘅挑戰，帶嚟生命嘅更新。我哋可以睇到耶穌所帶俾我哋嘅係一個點樣嘅一個改變呢？耶穌可以改變我哋，讓一切咒詛都變成祝福，苦水可以變為甜水，黑暗可以變為光明。唯有耶穌基督所賜嘅平安，先至可以令我哋經歷到真嘅生命嘅改變，俾我哋能夠得到一個我哋可以靠住神所賜嘅平安，我哋面對我哋挑戰。基督所賜嘅平安係必保守我哋嘅心懷意念，使我哋心裏邊波濤洶湧嘅波浪可以平靜落嚟。同大家講講我媽媽最近嘅狀況。今朝翻到嚟，好多弟兄姊妹都問五師母去咗邊度啊？佢情況點樣啊？咁呢度有少少近照啦，就多謝弟兄姊妹對媽媽嘅關心。咁呢，就前年開始發現媽媽得咗 dementia 腦退化，導致佢身體同埋精神慢慢嘅有改變。期間媽媽突然同我哋講，佢話：我遲下都翻香港啦，唔再翻嚟啦。太太聽到好奇怪，問佢：邊個帶你翻去啊？媽媽就話：我仔等我翻去咯。又問佢：你幾時翻去啊？咁佢話：我今晚翻去啊，我打包啦。當然聽到我哋覺得好好笑，但係其實一方面我都為佢嘅情況好擔心，知道病情導致好多幻想。後來發現我哋的確係冇辦法好好照顧媽媽。咁啊，經過家姐們嘅同意，我哋作出一個以前以為係不可能嘅決定，就係帶媽媽翻香港，等家姐兩位家姐可以同佢住，可以照顧，俾媽媽有更好嘅照顧。但係談何容易呢？
我哋有好多嘅掛慮，好多嘅問題，好多嘅焦慮。94歲嘅老人，唔方便行路嘅老人，點樣坐15個鐘頭嘅長途飛機呢？香港地方細小，住得落嗎？有推車，有輪椅，行動方便嗎？其實我兩個家姐身體都唔好嘅，佢哋有辦法照顧嗎？短期之內可以揾到適合嘅幫手嗎？媽媽對啲幫手非常之排斥嘅，可能見到就趕佢走啦。我哋可以揾到一個幫手，媽媽唔會趕佢走嘛。充滿掛慮、焦慮、擔心，我哋唯有學習去告訴神。當然，我哋邀請好多弟兄姊妹為我哋去禱告。終於排除萬難，我哋舊年4月就帶媽媽返香港。咁呢度啲照片其實都係媽媽返香港之後嘅一啲嘅照片。我哋感謝神，因為神嘅恩典係夠我哋用嘅。坐長途飛機係非常之嘅挑戰，但係到我哋一到香港機場就鬆一口氣啦。返到熟悉嘅環境，聽到廣東話，聽到好多熟悉嘅面孔，媽媽係非常之興奮。我哋喺香港嘅住嘅地方要做大裝修，亦都係短期內可以揾到師傅去裝修。意想不到嘅喺裝修期間，係有香港房屋署嘅以前一個高官嚟幫手去睇，到底去指導點樣可以裝修得完美咧。神好恩待，亦都解決我哋最擔心嘅問題，預備一位適合嘅工人姐姐喺短期之內可以讓媽媽適應得到。更加出乎我哋意料之外嘅，神亦都預備一個日間中心，讓工人姐姐可以帶媽媽去活動、唱歌、做手工，仲提供物理治療。每次佢哋出去再翻嚟，出去係家姐送佢去，翻嚟佢哋自己坐巴士、坐火車翻嚟，係好開心嘅，好似小學生去旅行，每日都係好興奮，笑眯眯嘅出去，笑眯眯嘅翻嚟。感謝神，神嘅安排超乎我哋嘅所求所想。有一位姊妹送咗個對聯俾媽媽，貼喺佢嘅床邊。個對聯話：主愛鳳華，主恩夠用。咁要當媽媽精神好嘅時候，佢起身，佢望到個對聯，佢就會嘻嘻笑，跟住佢會讀出嚟：主愛鳳華，主恩夠用。咁我哋真係非常之感恩，神嘅安排都係超乎我哋所求所想。我哋過去一切嘅掛慮，我哋唔知點樣辦，神都有美好嘅安排。呢兩次返香港探媽媽嘅時候，見到佢身體雖然係變得衰老軟弱，但係神嘅恩典夠用，有主嘅平安陪伴，我哋感謝我哋嘅神。弟兄姊妹，你認識你所信靠嘅呢一位神嗎？你認識你所禱告、祈求同埋感謝呢位神嗎？我哋嘅主今日話俾我哋聽，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同埋感謝，將我哋所要嘅告訴神。神要賜俾我哋出人意外嘅平安，而且喺基督耶穌裏邊保守我哋嘅心懷意念。佢要俾你恩典，佢嘅恩典比你嘅掛慮更多。佢要讓你知道，佢要俾你心裏一個確實嘅平安，係一個認識神嘅平安，係世人唔可以俾嘅平安，係一個深層嘅平安。弟兄姊妹，你渴慕得到主耶穌基督所賜嘅平安嗎？要記得，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同埋感謝，將你們所要嘅去告訴神。我哋一齊嚟學習，去仰望來
信靠我哋主，我哋一齊做一個簡短嘅禱告。真係天父，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係願意同我哋去交往，你願意我哋去同你對話嘅神，你願意聆聽我哋大小嘅事情，你願意我哋將我哋心裏邊所想嘅，我哋嘅掛慮、我哋嘅焦慮都同你訴說，因為你透過我哋嘅禱告、祈求和感謝，你要將呢一個將呢一個出人意外嘅平安賞賜俾我哋。你甚至可以嚟到保守我哋嘅心懷意念，等我哋能夠經歷到你嘅大能，經歷到你嘅恩典，經歷到你嘅保守同平安。感謝主，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多謝 Daniel 長老為你帶嚟咁豐盛嘅信息。我哋要靠著主常常喜樂。我而家歡迎新人嘅時間。今日我哋請問下我個左手邊有冇新嚟嘅朋友？你自己可以介紹下自己。